本周六、周日將再有多個新盤同時展開新一輪銷售。本月新盤將可達至2000伙或以上水平。本月重推的大圍柏傲莊3項目昨日再透過招標售出20伙，包括11伙3房及9伙4房戶，成交價有約1951.6萬至4710.5萬元，尺價約23800至37120元。當中8A 座45樓 B 室尺價達37120元，成交價及尺價同屬項目標準單位新高。物業將於周六次輪推售75伙。另外，恒基、希慎及帝國合作發展的紅磡首岸周六進行首輪銷售，昨日截止收票，最終共獲5700票，超額約25倍。項目涉實尺價有17365至最高21158元。嘉華、會德豐及中海發展啟德海灣2將於本周日展開次輪銷售，以價單形式發售142伙，涉實平均尺價為22113元。同時於下周一以招標形式推售另外94伙。以上香港地產最新訊息由世紀21香港C21HK提供。